你有冇試過喺香港死做爛做，日日加班慳到盡，儲極錢，偏偏樓價永遠追唔上？好多人話你買唔起樓，係因為你唔夠勤力，唔識理財，收入太低。今日我同你講一句最殘酷，但99%香港打工仔都唔會承認嘅真相：你買唔起樓根本唔係你嘅問題，係一套運行咗幾十年合法固定、專門收割普通人嘅結構性機制，鎖死咗你。唔好再信勵志雞湯，亦都唔好再怪自己唔爭氣。今日我哋拆開香港樓市最深層、最少人講嘅三方博弈：四大地產家族、特區政府財政機制同埋綁定美國嘅金融週期。呢三樣嘢組成一個完美閉環，令到香港出現一個好矛盾嘅現象：經濟越升，數據越靚，城市越繁華，普通打工仔就越難上車。好多人喺香港打拼10幾年，始終諗唔通一個核心問題：自己從來冇偷懶，主動加班，努力加薪，日日儲蓄，點樣追趕買樓安居呢個目標都永遠遙不可及。大部分人會將呢個困境歸咎於自己能力不足、理財觀念差，或者單純覺得香港土地太少，置業需求太旺盛。但呢啲全部都係誤導大眾嘅表面說辭，真正困住幾百萬香港打工仔嘅，從來都唔係個人短板，而係一套經過幾十年打磨、合法合規、環環相扣嘅結構性規則。呢套機制由地產資本、政府財政體系、國際金融規則三方共同搭建，無聲無息咁界定咗香港樓市嘅漲跌節奏、樓價嘅底線，以及普通打工仔財富積累嘅上限。由你踏入職場嗰一日開始，就已經被動企喺呢套規則嘅最末端。無論你點樣努力，都好難突破固有格局。想要讀懂香港樓市嘅底層邏輯，我哋唔需要堆砌空洞雞湯，亦都唔需要製造無謂焦慮，只需要拆解三組核心主體嘅共生關係。長期壟斷住宅供應嘅老牌地產家族，依靠土地收益維持財政運轉嘅特區政府，完全跟隨美國化保政策嘅香港金融體系，呢三方構建嘅穩定閉環，造就咗香港樓市最矛盾、最真實嘅現狀，亦都解釋咗呢座城市點解會出現經濟數據亮眼、平民置業艱難嘅極端割裂局面。只要你喺香港生活工作過，就一定可以切身感受到呢座城市居住成本嘅苛刻。早年一份覆蓋全球主要城市居住成本嘅權威調查，徹底揭開咗香港樓市嘅殘酷真相。香港登頂全球最難置業嘅城市榜首。調查數據清楚顯示，香港普通打工仔需要連續儲存14年嘅全額收入，唔食唔飲零消費，先至有能力買入一個60平方米嘅普通住宅。對於內地買家嚟講，60平方米已經足夠滿足剛需自住居家生活，但喺香港樓市入面，呢個面積只係最普通嘅剛需細單位。更加充滿反差嘅係同期嘅經濟增長數據。呢組數據直接暴露咗香港樓市結構性矛盾嘅核心症結。喺樓市持續高壓、普通人置業難度不斷飆升嘅階段，香港本地生產總值創下近5年最強增速，單季度同比漲幅高達5.9%，整體經濟高速復甦一片向好。一邊係城市經濟總量持續擴容，資本不斷湧入，商業極度繁榮；另一邊係普通打工階層生活壓力、置業壓力不斷加劇，財富增長同民生福祉完全脫鈎。好多人都疑惑，點解城市經濟越好，普通人買樓反而越難？答案就藏喺香港獨有嘅結構性運行機制入面。企喺維多利亞港岸邊遠眺，你會見到香港最華麗嘅城市畫面：尖沙咀錯落有致嘅天際線，中環連片嘅甲級寫字樓，維港兩岸林立嘅商業地標。呢啲奢華建築勾勒出國際都市嘅財富輪廓，好容易令人誤以為呢度遍地機遇，人人都可以致富。但當你走入香港普通居民區，親身感受300-400尺細單位嘅擁擠局促，先至可以體會到基層市民嘅真實生活。呢個光鮮亮麗嘅城市天際線，從來都唔屬於打工仔城市嘅繁華財富，同絕大多數普通人之間有一道永遠靠個人努力都跨唔過嘅鴻溝。長久以嚟，大眾對香港高樓價嘅認知一直停留喺最淺層嘅理由：土地稀缺、人口密集、剛需旺盛。呢套看似合理嘅講法被不斷傳播，甚至成為咗人人默認嘅標準答案。但實際上呢，只係掩蓋核心矛盾嘅假象。從地理數據嚟講，香港雖然山地丘陵佔比超60%，但新界大嶼山、東九龍等區域仍然存在大量未開發、未利用嘅閒置土地，絕對具備大規模建屋、擴容住房供應嘅條件。既然土地儲備充足，
住房供應仍然緊缺，樓價長期高企，真正嘅原因從來都唔係自然條件限制，而係人為操控嘅土地供應機制同資本定價規則。香港住宅市場嘅供應端口，幾十年嚟一直被4大老牌地產家族牢牢壟斷。呢4間企業深耕香港樓市數十年，憑借深厚嘅行業底蘊、海量嘅土地儲備、成熟嘅運營模式，形成咗穩固嘅行業寡頭格局，全權主導全港住宅嘅開發建設同推貨節奏。絕大部分香港市民就算唔刻意關注地產行業，喺港鐵商場、街頭廣告都一定會見過呢幾大家族嘅地產品牌。由港島核心商圈到九龍居住區，由新興開發區到成熟生活區，佢哋嘅樓盤遍佈全港各個角落。好多人以為地產商嘅賺錢模式係不停買地、快速起樓、批量賣房薄利多銷，但香港頂級地產家族嘅運營邏輯早已脫離咗普通房企嘅低端模式。佢哋真正嘅核心競爭力唔係起樓建築能力，而係海量土地儲備嘅囤積能力，同埋精準操控市場節奏嘅能力。香港地產圈有一套合法合規、運行幾十年嘅成熟模式，叫做土地儲備機制。簡單嚟講，呢啲頂級房企唔會根據市場剛需即時開發、即時賣樓，反而會喺地價低位、市場冷清嘅時候，大手吸納優質地塊，長期囤積沉澱，絕對唔會急於動工開售。呢種囤地模式表面係正常商業投資，實質係精準嘅市場調控手段。當房企手握嘅土地儲備足夠龐大，可以左右成個市場供應嘅時候，佢哋就唔再係單純嘅發展商，而係香港樓市嘅供應守門人，掌握住樓市貨源嘅絕對話語權，可以隨意調控市場嘅新樓供應量。市場冷清、買家意願低迷嘅時候，佢哋就放慢開發速度，減少新盤推出，甚至暫停新項目，令市場貨源持續收縮。等到市場回暖，剛需買家集中入市，置業需求上升，就一次性推出大量新盤，利用市場搶購熱潮，順勢推高樓價，賺取巨額利潤。呢套運行模式形成咗完美嘅資本閉環：低位囤地控量惜售，高位放貨收割利潤，再用賺嚟嘅錢繼續囤地，不斷鞏固自己嘅壟斷地位。喺呢套機制操控之下，香港樓市徹底脫離咗自由市場嘅供需規律，再也唔會出現需求少樓價跌、需求多樓價升嘅正常走勢。就算整體市場置業需求低迷，只要房企收縮貨源嘅速度快過需求下跌嘅速度，價就絕對唔會跌到普通打工仔可以負擔嘅水平。換句話講，香港樓價嘅底線從來唔係市場供需決定，而係地產資本嘅盈利需求鎖定，亦都係香港樓價長年高企、幾乎冇大跌空間嘅根本原因。睇到呢度，好多人都會問：地產商刻意控貨、抬價、壟斷供應，政府唔監管、唔干預嘅咩？呢個就係香港樓市最核心、最隱蔽嘅真相，亦都係呢套不公平機制可以運行幾十年嘅關鍵。香港政府從來都唔係旁觀者，而係核心參與者同直接受益者。地產商嘅盈利模式同政府嘅財政收入高度綁定，雙方形成咗穩固嘅利益共生關係。同內地城市多元化嘅財政結構唔同，香港作為自由港、低稅負地區，企業稅個稅極低，亦都取消咗遺產稅。財政收入來源非常單一，土地出讓收益同樓市相關稅費係香港政府最核心嘅財政支柱。相關統計顯示，港府每年過半嘅財政收入都直接或者間接嚟自房地產行業，包括土地拍賣溢價、物業交易印花稅、房產持有稅費等等。政府每一次批地賣地都可以收穫巨額收益，樓市越旺，地價越高，樓價越升，政府嘅財政收入就越充足。呢個就係無法調和嘅結構性矛盾。市民希望樓價下跌，貨源充足，降低置業門檻，但政府嘅財政運轉、公共自私遷徙、城市服務運營，全部依賴高地價、高樓價支撐。喺民生需求同財政收入嘅博弈入面，港府數十年嚟永遠選擇係優先保障財政穩定。呢個都注定咗香港樓市唔會出現大規模降價，全民可以輕鬆上車嘅局面。過往嘅樓市調控政策亦都充分印證咗呢個邏輯。曾經港府將1000萬港元以上豪宅嘅印花稅由試定%上調至6.5%，外界普遍以為係樓市降溫政策，但實際上呢個調控只針對高端豪宅，對普通市民關注嘅剛需住宅市場完全冇作用。真正影響普通人上車嘅剛需房源供應問題，從來都冇被根治。核心原因就係香港剛需住宅嘅供應量長年處於嚴重不足嘅狀態。
而且逐年遞減。梳理香港歷年私人住宅落成數據，可以清晰見到持續下跌嘅趨勢。早年私人住宅落成量大約崩盤450個單位，較對上一年大跌24啦。次年繼續跌至因陸沉980個，後續進一步回落至因壟沉360個。呢組數據講明，香港剛需住宅嘅供應管道持續收窄，每年新增貨源越嚟越少，但城市常住人口、剛需置業人群保持穩定，供需缺口一年比一年大，收縮嘅供應穩定嘅需求，再加埋地產商控價、政府土地財政依賴，普通人嘅置業困境只會越嚟越嚴峻。好多人都會疑惑，政府手握賣地批地嘅絕對權力，點解唔主動加大土地供應，大量起樓，從根源解決高樓價問題？答案始終係利益最大化。對政府嚟講，土地係可控嘅稀缺核心資產，只有維持土地適度稀缺、房源持續緊張嘅狀態，先可以保住高地價、高溢價嘅賣地收益，最大化財政收入。如果大規模放開土地供應，批量興建住宅，價會快速回落，土地拍賣議價大幅縮水，直接造成政府財政斷崖式下跌，影響成個城市運轉。所以可控嘅稀缺、適度嘅緊張，係香港土地財政同樓市體系可以長久運行嘅核心前提。除咗地產資本同政府財政嘅雙重枷鎖，香港樓市仲有第三層隱形束縛，係絕大多數人察覺唔到，亦都掌控唔到嘅外部機制——聯繫匯率制度帶嚟嘅金融週期約束。1983年實施嘅港元聯繫匯率制度係香港金融體系嘅基石。呢個制度直接令香港失去獨立貨幣政策，本地利率必須完全跟隨美國貨幣政策波動，唔可以根據本地經濟、樓市現狀自主調節，亦都令香港樓市嘅漲跌徹底被海外金融週期綁定。美國每一次貨幣政策調整都會精準傳導到香港樓市，引發不可逆嘅行情波動。美國減息，市場融資成本降低，香港利率同步下調，銀行按揭壓力大減，市民置業槓桿成本下降，是購買力釋放，樓價自然上升。美國加息收緊市場流動性，香港按揭利率同步走高，買樓成本飆升，樓市迅速降溫進入調整期。呢種完全被動嘅金融調控模式，令香港樓市徹底失去自主調節能力。本地經濟好壞、市民生活需求完全左右唔到樓市走勢。早年有一輪極具代表性嘅週期行情，完美展現咗呢套金融機制嘅威力。當時大量內地資本透過滬深、港通等合規渠道湧入香港資本市場，海量資金流入，直接將港元推至聯繫匯率嘅強方兌換上限，亦即1美元兌7.75港元。為咗穩住匯率、守住聯繫匯率體系，香港金管局必須持續賣出港元，買入美元對沖市場波動。短時間內向市場注入咗高達94億港元嘅流動性。喺金融專業角度嚟睇，呢一系列操作只係金管局維持匯率秩序嘅標準技術動作，完全唔存在刻意托市干預樓市嘅意圖。但落到香港本地樓市同實體經濟層面，卻觸發咗一連串連鎖反應，徹底改寫咗短期樓市走向。海量港元流動性瞬間充斥市場，銀行體系資金水位大幅爆滿，同業拆息持續走低，全社會嘅融資成本被硬生生壓落。對於一眾準備上車已經持有物業嘅香港市民嚟講，最直觀嘅改變就係銀行按揭利率回落，每月供樓開支即刻減輕，入市買樓嘅壓力瞬間細咗好多。潛藏喺市場入面嘅購房購買力一次性全面釋放。而呢一場由外部資本匯率機制、流動性寬鬆共同催生嘅樓市紅利，從來都唔係普通散戶可以捕捉到嘅商機，早就被手握海量土地儲備嘅老牌地產家族精準預判、提前佈局。佢哋唔會好似普通打工仔咁，見到市場熱鬧先至跟風入市，反而喺市場最冷、樓市處於谷底、全民普遍悲觀、觀望嘅時候，就已經鎖定好未來嘅推盤節奏、定價區間同供貨計劃。一旦金融寬鬆週期信號確認，市民供樓壓力下降，市場購買力回暖，各大發展商就會即刻打開供貨閘門，批量推出全新樓盤，順勢開啟一輪單邊上漲嘅樓市行情。當年嘅數據足以證明呢一套機制有幾殘酷、幾碾壓普通人。香港樓市一口氣連升9個月，中途幾乎冇回調，累積整體漲幅達到8%啦。好多人覺得100%嘅漲幅好細，但放喺香港動輒幾百萬、上千萬嘅樓價入面，呢個漲幅係一筆普通人根本追唔返嘅巨款。一間售價450萬港元嘅標準細單位，
短短9個月時間，帳面身價直接暴漲36萬港元。對照當時香港普通打工仔2萬港元左右嘅月薪呢36萬嘅差價，代表住一個普通人需要足足不眠不休零，開支儲足18個月，先至可以追翻呢筆被動帳出嚟嘅金額。呢個就係香港樓市最血淋淋嘅真相。普通人靠出賣時間、透支體力、日日加班換翻嚟嘅線性收入增長，永遠追唔上資本靠制度、靠週期、靠壟斷實現嘅指數型資產增值。絕大多數打工仔嘅思維模式，永遠係我努力啲，儲多啲錢，收入高啲就可以追到樓價。但實際上，你努力奔跑嘅速度一早被系統鎖死，而樓價上漲嘅上限永遠向資本傾斜。你以為你係緊追不捨嘅競爭者，其實你只係被動承接漲價為資本利潤買單嘅接盤者。更加令人無力嘅係，呢種差距根本唔係個人努力可以彌補。香港打工階層嘅人工漲幅上年維持喺極低水平，每年幾個百分點嘅增幅，僅僅足夠對沖通脹，保住基本生活質素，根本冇多餘空間追趕資產價格。但樓市作為核心金融資產，只要遇到一輪金融寬鬆、資本流入、供應收縮嘅週期，短短幾個月嘅漲幅就可以直接碾壓普通人10年嘅人工增幅。兩種增長邏輯，兩套運行體系，完全唔喺同一個維度。普通人再努力，都只係喺底層賽道內捲，根本觸碰唔到資本嘅頂層規則。再加埋香港獨特嘅貨幣制度，令本地樓市徹底失去自我調節嘅緩衝空間。港元完全掛鈎美元，貨幣政策全面跟隨美聯儲。美國加息，香港必然加息；美國減息，香港必然減息。完全唔會顧及香港本地經濟好壞、樓市冷熱市民負擔能力。當年美聯儲為咗調節本土經濟對沖通脹走勢，啟動減息週期，香港被動跟隨下調利率，根本唔係因為香港經濟需要刺激、樓市需要復甦，純粹係制度約束下嘅被動跟風。而呢一場金融紅利，最終100%流向手握土地、樓盤資產嘅既得利益者，冇資產嘅普通打工仔，只可以被動承受樓價上漲嘅後果。呢個係一場悄無聲息、極度精準、無可避免嘅財富轉移。好多輿論習慣性將香港樓市嘅受害者定義為啱啱畢業、零積蓄、零資源嘅年輕一輩，但實際上喺呢套結構性機制入面，受傷最深、最容易被忽略，同時係最核心供養者嘅群體，係香港嘅中產階層。呢班人有穩定正職、有專業技能、有持續收入，月薪普遍喺5萬至5萬港元區間，唔算底層貧困，亦都夠唔上頂級。富裕係成個社會最穩固嘅中間力量，同時都係樓市剛需最龐大、最穩定嘅承接群體。點解話中產係呢套機制最關鍵嘅一環？因為年輕人冇積蓄、冇借貸能力，承接唔起高昂樓價；頂級富豪人數稀少，置業需求有限，撐唔起成個萬億級別嘅樓市體量。唯獨中產階層有穩定收入、有儲蓄習慣、有上車執念、有借貸資格，願意為咗安居、為咗家庭、為咗紮根城市，持續付出、持續儲蓄、持續買單。成個地產壟斷體系、政府土地財政資本市場利潤，本質上都係依靠中產階層嘅勞動收益去支撐、去運轉、去獲利。我哋可以用真實接地氣嘅家庭收支模型，直觀拆解香港中產嘅置業死局。香港最典型嘅雙職中產家庭，夫妻2人一齊打拼，月入合計可以達到7萬港元，喺本地已經屬於收入相當唔錯嘅家庭。如果呢個家庭極度自律、極致慳錢，每月固定儲蓄1萬港元，一年最多都只可以儲落12萬港元。而香港一個500尺左右，適合家庭自住嘅中型單位，市價普遍喺700萬至800萬港元。按照業界標準2成首期計算，需要準備係840萬至日幣60萬港元首期。換句話講，呢一對勤懇工作、極度節儉、零不良消費嘅中產夫妻，需要足足8至9年時間先至可以儲夠1層首期。但殘酷嘅樓市從來唔會等人，喺呢8、9年嘅儲蓄週期入面，金融週期、資本流入、供應收縮會持續推高樓價。等到你辛辛苦苦儲夠首期嘅時候，原本嘅樓價已經再度上漲，你辛苦積累嘅儲蓄瞬間貶值，原本夠首期嘅錢變得唔夠，你嘅上車門檻再度被拉高，永遠差一步，永遠追唔上。呢個絕對唔係個人理財失誤、唔夠努力嘅問題，而係赤裸裸嘅系統設計缺陷。呢套樓市機制嘅底層邏輯，從來都唔係幫助普通人上車安居，
而係精準維持一個永恆嘅差距，永遠讓樓價領先普通人嘅儲蓄速度一步，讓置業永遠係可望不可即嘅目標。持續收割中產嘅勞動財富，你越努力，收入越高，儲蓄越多，市場承接力越強，價就越穩，資本利潤就越厚，系統收割嘅效果就越明顯。好多人呢度會問，香港明明有大量閒置土地，新界、東九龍、大嶼山仲有大把未開發地塊，點解政府唔放開土地供應批量起樓，打破壟斷壓冧樓價？答案好現實，直接同資本核心利益掛鈎。對於手握海量土地儲備嘅地產家族嚟講，土地嘅價值完全建立喺稀缺二字之上。一旦政府大規模放開土地供應，海量新居屋私樓同步入市，市場貨源徹底充足，樓價必然大幅回落。地產商手上囤積幾十年嘅存量土地，未開發地塊會瞬間大幅貶值。佢哋幾十年建立嘅商業模式、壟斷地位、財富根基會即時崩塌。所以從商業角度睇，控制開發節奏，刻意惜售囤地，維持市場適度緊缺，係所有土地資本最理性、最利益最大化嘅操作。呢個決策對於單個企業嚟講完全合理、合法、合規，但對於幾百萬普通市民嚟講，就係一道無法突破嘅生存壁壘，直接鎖死咗普通人靠努力置業嘅唯一通道。而香港政府一直身處兩難嘅矛盾格局，呢個矛盾都係樓市高企嘅核心關鍵。一方面，政府需要回應民生訴求，解決住房問題，舒緩市民置業壓力，維護社會穩定；另一方面，政府高度依賴土地出讓溢價、樓市印花稅、房產相關稅費維持財政運轉，支撐全程公共服務、醫療、教育、基建開支。呢兩個目標本質上完全對立，無法兼容。想要平價住房、充足貨源，就必須放棄高地價財政收益；想要穩定財政、維持城市運轉，就必須維持土地稀缺、樓價高企嘅格局。縱觀香港幾十年樓市決策，每一次面對呢個兩難取捨，政府都堅定地選擇財政優先，民生住房問題永遠退讓於財政收益。呢個取捨徹底固化咗香港樓市幾十年不變嘅三方穩態結構。地產寡頭掌控貨源供應，調控市場節奏。政府依靠賣地收益穩固財政，配合維持稀缺格局。美國金融週期遠程操控資產價格漲跌，三方閉環鎖死市場。普通打工仔、中產階層永遠係規則末端嘅被動承受者。呢個亦都完美解釋咗點解普通人越努力越無奈。普通人嘅財富增長係時間換金錢嘅線性模式，消耗體力、透支精力、犧牲休息，先可以換來微薄嘅人工增幅。地產資本嘅財富增長係規則換增值嘅指數模式，依靠土地壟斷、供應管控、週期紅利，坐等資產自動升值，完全唔需要消耗時間同體力。兩種完全唔對等嘅增長賽道，注定咗個人勤奮永遠贏唔過系統規則。講到呢度，好多觀眾可能會陷入悲觀，覺得呢套系統密不透風，完全冇破綻。普通人無論點努力、點堅持，都只可以被動被收割，永遠冇翻身機會。但我今日要同你講一個絕大部分樓市博主、財經分析都唔會講到嘅真相。任何結構性系統都存在縫隙，香港樓市呢套固化機制都有普通人可以借力、可以翻盤、可以套利嘅窗口期同位置。我哋唔需要對抗系統，只需要讀懂系統，順勢借勢，就可以跳出被收割嘅命運。首先，大家要徹底打破一個傳聞誤區，香港樓市從來都唔係統一漲跌、普漲普跌嘅單一市場，內部存在極強嘅結構性分化，唔同區域、唔同物業類型、唔同資產級別，走勢完全獨立，天差地別。好多人籠統覺得香港樓價一定齊漲齊跌，其實全部都係錯覺。回顧近年完整樓市調整週期，整體樓市累積跌幅接近28%，但內部分化極度誇張。新界偏遠片區、舊式細單位、冷門屋苑跌幅遠超平均水平，部分物業價格近乎腰斬。舊式商業鋪位、老舊寫字樓虧損更加嚴重，投資者深度被套。但與此同時，港島核心地段、地鐵上蓋優質舊樓核心商圈稀缺，住宅抗跌能力極強，價格堅挺，回調極淺，甚至喺調整期依然可以保值增值。呢種極致嘅市場分化就係普通人最大嘅機會。唔識分辨資產類別嘅人胡亂上車，只會喺週期下行被動虧損，被系統收割。讀懂市場結構、精準篩選優質資產嘅人，可以完美避雷、低位佈局，喺固化嘅樓市系統入面揾到屬於自己嘅生存空間同財富機會。
樓市從來都唔係冇機會，只係絕大多數人認知太淺，睇唔到隱藏喺分化之下嘅窗口期。其次，市漲跌節奏從來都唔係隨機無序，靠運氣發展商操控嘅推盤節奏，全部有跡可循，有前置信號，所有信號都係公開透明，人人可查。地產商雖然係市場守門人，但所有開發動作都要合規審批、公開公示，一定會提前釋放信號。當你見到地產商密集向地政總署遞交大型地塊開發申請，土地拍賣流標率持續下降，建造業就業人數持續攀升，建材行業熱度回暖，就代表新一輪推盤週期即將啟動，市上漲行情蓄勢待發。呢啲數據全部都係公開資訊，唔需要人幕，唔需要內幕，唔需要特權。只需要你願意持續跟蹤、認真解讀，就可以提前預判週期拐點，避開大眾追漲殺跌嘅慣性錯誤，做到反週期佈局，順勢獲利。99%嘅普通人輸唔係輸喺努力，而係輸喺資訊閉塞、認知滯後、盲目跟風。第三，要徹底讀懂香港樓市嘅終極底層邏輯。香港樓市週期就係美國貨幣政策週期嘅複刻版。聯繫匯率制度之下，香港完全喪失獨立貨幣政策。美聯儲嘅10年加減息大週期，直接決定香港樓市嘅牛熊輪迴。加息週期開啟，融資成本飆升，樓市降溫價格調整；減息週期開啟，流動性寬鬆，供樓壓力下降，樓市回暖上漲。呢個規律幾十年如一日，從未失效。但絕大多數普通人嘅買房決策，從來都唔係依據週期規律，而係依據市場情緒、身邊人口碑、短期熱度。市場最旺，全民狂熱，人人話要上車嘅時候，就盲目跟風高位接盤；市場最冷，價格最低，機會最大嘅時候就恐慌觀望，不敢出手。永遠做反週期操作，永遠喺高位接盤、低位割肉，自然永遠被市場收割。而真正讀懂規則嘅人，順勢踩準週期節奏，輕輕鬆鬆就可以跑贏99%嘅普通人。我哋再復盤翻當年嘅黃金行情，大家就可以徹底明白週期嘅威力。當年香港 GDP 創下5年新高，增速高達5.9%，樓市交投量同比暴漲53%，係近4年最旺成交。再加住宅供應持續收縮，內地資本持續流入拖底市場。表面睇落係完美上車時機，但專業從業者唔會被表面數據迷惑，反而會精準捕捉3大隱藏風險。呢啲風險亦都係普通散戶最容易忽略嘅致命漏洞。第一個風險係全球地緣政治不確定性。香港係高度開放嘅自由經濟體，完全暴露喺全球風險體系之下。海外局勢動盪，能源價格波動，全球通脹起伏，都會第一時間傳導至香港市場。當年中東局勢持續緊張，國際油價大幅波動，截至推高香港本地電力、人車交通、生活物價，本地通脹快速攀升至2，基層市民生活壓力大增。地緣局勢一旦進一步惡化，全球蒸籠絲層必然劇烈震盪。香港作為外向型經濟體，一定會首當其衝，樓市行情隨時逆轉。第二個風險係聯繫匯率制度遭遇罕見雙向壓力。當年資本市場出現咗幾十年一遇嘅異常波動，上半年海量內資湧入，推高港元至強方上限，金管局持續沽港元息流動性。下半年資金流向瞬間逆轉，大規模外流，港元轉弱，金管局又需要反向托市，短期之內雙向劇烈波動，係聯繫匯率成立以嚟最嚴峻嘅考驗之一。匯率劇烈震盪會打亂本地流動性節奏，令按揭市場樓市走勢極度難測，普通人嘅置業成本、資產價值隨時面臨未知風險。第三個最隱蔽、最致命嘅風險就係經濟增長同民生福祉嚴重脫鈎。當年5.9嘅超高增速根本唔係實體經濟、基層消費市民收入帶動，只係依靠跨境資本、蒸籠服務、高端入境消費拉動。呢種增長係數據好看、市民冇份嘅假性繁榮，整體經濟欣欣向榮，但普通打工仔人工漲幅停滯，購買力冇提升，生活壓力持續加大，財富持續向頂層資本集中，基層完全分享唔到經濟紅利。咁樣嘅樓市上漲根本冇堅實，民生支撐純屬資本炒作，隨時泡沫破裂。如果想直觀對比香港樓市制度嘅缺陷，最好嘅參照物就係新加坡，同樣係地少人多、高度密集嘅國際都市。新加坡徹底跳出咗香港嘅樓市死局，核心原因就係政府徹底主導住房供應，斬斷資本壟斷。
新加坡政府統一規劃土地，統一建設住宅，統一定價分配，超過80%嘅新加坡國民都居住喺政府組屋入面。最重要嘅係，新加坡組屋絕對唔係低端扶貧房屋，而係配套完善、質素優良、貼合中產生活需求嘅標準住宅，定價完全貼合市民收入，以民生保障為核心，唔以資本盈利為目的。新加坡直接將住房從資本炒作嘅金融產品，還原成安居樂業嘅民生配套。從根源上杜絕咗地產寡頭壟斷、高地價、財政依賴嘅問題。反觀香港都有公屋居屋體系，但規模細、輪候超長、覆蓋率極低，完全無法對沖私人樓市嘅壟斷格局。香港之所以唔敢復刻新加坡模式，核心症結就係利益綁定。一旦政府大量供應平價住宅，私人地產商海量土地儲備即刻貶值，幾十年嘅商業模式崩塌。政府土地財政收入歸零，整套共生利益鏈徹底斷裂，呢個都係香港樓市結構性不公、幾十年無法改革、無法突破嘅終極真相。講到最後，我想送所有喺香港打拼掙扎、渴望上車嘅朋友一句最真實、最中肯嘅説話：唔好再盲目相信努力就可以上車嘅雞湯，亦都唔好徹底躺平、放棄所有希望。香港係一座好現實嘅資產階級城市。呢句説話唔係貶義，而係赤裸裸嘅現實描述。呢座城市嘅財富邏輯，從來都唔係勞動致富，而係資產致富。你日日加班，努力升職，不停加薪，極致慳錢，只可以維持基本生活，改善微小生活質素。真正可以幫你實現階層跨越、財富翻倍、擺脫底層內捲嘅，從來都唔係人工收入，而係資產增值。香港嘅教育、職場文化、社會氛圍一直教我哋讀書考試、打工拼搏，卻從來唔會教我哋讀懂資本規則、把握週期紅利、利用系統縫隙翻盤。呢個認知差距就係普通人同富人最大嘅鴻溝，亦都係香港最昂貴嘅隱形稅。好多人日復一日內捲打拼，以為只要足夠努力、足夠堅持就可以追平樓價、紮根落地，但系統一早設定好規則，永遠讓樓價行先一步，永遠讓普通人嘅儲蓄速度追唔上資產升值速度。你嘅每一次努力增收，每一筆儲蓄入帳，本質上都係喺為資本盈利、財政收益、樓市漲價買單。你以為你係博弈者，其實你一直係棋盤上面嘅棋子。但我再強調一次，系統固化唔代表冇機會，規則傾斜唔代表只能認命。呢套收割普通人嘅機制，同時都暗藏住普通人可以借力翻盤嘅縫隙。只要你願意沉落心，讀懂樓市底層邏輯，看清三方利益格局，識別金融週期信號，分辨市場結構分化，你就可以從被動收割嘅棋子變成順勢借力嘅贏家。無論你最後選擇紮根香港，力勢佈局資產，抑或選擇轉身離場換賽道發展，最緊要嘅係認清規則、認清現實、認清自己嘅位置。唔好用勤奮彌補認知短板，唔好用盲目努力對抗固化系統。讀懂呢套樓市邏輯，你先至可以真正掌握自己嘅人生同財富命運。如果呢條片嘅深層拆解真話分析幫到你，終於睇清香港樓市幾十年不變嘅底層套路同結構性真相，記得即刻點讚、收藏、訂閱我嘅頻道，多多評論，分享俾身邊喺香港打拼嘅朋友。歡迎大家喺評論區留言，講下你嘅上車經歷、樓市睇法，或者你仲想拆解香港邊一方面嘅深層規則。我哋下期繼續深入教學，教大家普通人點樣利用樓市週期縫隙，喺固化系統入面實現低風險、力勢套利。我哋下期再見。